上重要就是你爱打松的所在。安尼，嘿，你袂当有水气，袂当淡的所在。所以咱买回来，譬如讲安尼一粒一粒这蒜头水水对无？咱放伫这安尼篮仔内面，嘿，啊唔通互伊晒到日头，吼，啊放伫譬如讲你的灶骹通风的所在。你安尼吼，啊个譬如讲用安尼布甲盖起来，莫互伊照到日。看无，哦，袂使照到日哦。安尼较袂发热啦。是哦，去外口拢刚刚吼，收者空气哦，啊无再过来发热啊呢。对啊对啊，所以你安尼甲盖起来吼，啊打松的所在吼，去半当拢袂歹呢。还是规粒的吼，啊你唔通先甲掰起来。我甲你讲，你若买回来这一万的吼，啊袂掰皮进前哦，咱得当放伫这种迄个玻璃缸仔内面。啊，你爱看无好势，啊要放入去进前呢，咱就会当安尼，甲蒜头放入去，吼，放一盏蒜头了后呢，咱会当铺报纸，还是铺，譬如讲咱厨房有这种安尼，啊，这有这拢有嘿。厨房的卫生纸，啊，你就安尼甲盖起来，放这纸的目的呢，就是甲迄湿气吸起来。啊，注意哦，你爱盖外哦。哦，较无好势。你个铺一层啊。对对，你较无好势。我咧讲，你安尼放伫冰箱，好势哩哩。什么？这简单？对，我大家都发热哦，我无洗过就发热。但是吼，你唔通讲吼，啊，我今日要煮，开起来揢2粒，门仔就要煮，佮开起来揢2粒，安尼袂使。袂使。你袂当安尼开来开去，敢若像冰箱，你唔通逐尾时间开来开去的意思。安尼你意思讲我若是要煮偌济揢偌济，对，啊袂使逐工揢。对，这种。已经掰皮的，这上简单，不过足贵的，足贵吼，掰好足贵，而且掰好伊的芳味嘛，较无遐芳，你有感觉无？哎，有差咧。啊，这种搁熬生菇，所以吼，你若是要掰好的，差不多1礼拜以来，你就爱加调料、用料，啊，搁有一定要冰箱哦，这掰开一定要冰箱，唔好3工就生菇啊。